想年轻，你找林老师来干嘛？几岁了？今年60岁了。头发很细、很软、很薄的啦，对，就是这个特点。细软薄，直接剪短吧，直接剪短，然后呢？扎不起来了。扎肯定是，我是想不要扎。不要扎了，剪掉吧。你这个头发这样披着啊，也没样子，而且你头发应该也在掉。头发掉的很多很多，很厉害。那这两边呢，都基本上掉没了呢，直接剪掉吧。前面的这些抬头纹啊，这些全部把它挡住。我抬头纹很早就有啊，把它直接剪短啊，剪掉要换个人嘞。Later， 比较年轻，该练啊，那就达到目的了。很好，年轻了。这个发型比较年轻靓丽，比较干练。平时就吹吹干就好了啊。不错，头发多起来了。